后来台湾爆发着本土病例，全国是3级的警戒。产业即届受到的这个冲击比去年更较严重。行政院通过纾困4.0的预算来扩大着补助的范围。第一波的救命钱，针对个人纾困的现金，就于今仔日开始来发放。只要今年符合着纾困的资格。去年有来清领过、有来留下着资料记录的，都会直接汇款到咱的户头。这个6月初7到6月15，嘛拢分别有无共的纾困金，或者是贷款，要开放予民众来申请，或者是来领取。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纾困4.0决定6月7日正式实施，餐厅无度营业，囡仔无度上课。3级警戒实施后，未少企业、个人受重伤，政府要摕钱来斗相共啊！个人的部分包括机能车、游览车驾驶、导游、领队、自营业者、餐饮业者、摊商等等，受到影响的从业人员，只要去年有领过、已经有资料记录的，今日6月7日，这个纾困金上悬3万块，就会直接汇入口袋内面。若是今年才要申请个人纾困现金，6月7日开放线上的申请。对着受到影响的企业来讲，事业纾困申请甲事业的纾困贷款，嘛是即天开始会使办理申请。6月15起，国小以下的囡仔、各高中甲5专前3年身心障碍学生，一个人补贴1万块。家长会使上行政院孩童家庭福利补贴网去申請，也是準備囡仔健保卡。提監護人的金融卡，就會使直接去領錢。另外，勞工紓困貸款嘛是即天開始申請。這2600億的預算，事實上是超過我們去年在同樣這個時間我們所通過的預算的總和。那其中個人紓困的地方編列了高達1018億。重要的立法院要趕快完成這些預算的審議，能夠行政機關才能夠交付執行。紓困視同救災立院臨時會後禮拜開，後禮拜2，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要帶各部會首長針對紓困4.0做特別報告甲備詢。民進黨團呼籲朝野佇6月18進前完成特別預算的審議三讀，趕緊協助民眾渡過難關。